主后2023年12月初3，萨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第3章第40到15节。所罗门王去基遍献祭，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坛，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伫基遍有一暝，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上帝讲：“你爱我赐你甚物，通对我求？”所罗门应讲：“你捌施大恩予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毕，因为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你阁赏赐伊不变的疼，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伊的位，拄亲像今仔日安尼。上主我的上帝，他你予你的仆人选择我的老爸大毕做王，毋过我还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拣选的子民中间，遮的人民济到算袂得，嘛算袂了。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上帝对伊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长岁寿，无求好业，嘛无求消灭你对得的性命，只有求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但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你无求的，我嘛要予你，就是富足、尊荣，予你伫世间的日子，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你若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学你的老爸大毕的所做，我就要予你长岁寿。”所罗门困醒，知是上主伫眠梦中对伊讲话，就去耶路撒冷，徛伫上主的约柜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阁办宴席，请伊的人神。所罗门王的祈祷甲智慧。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教会节期到年底就是圣诞月，今仔日是开讲节第一主日。咱教会甲其他教会共款，也陆陆续续做圣诞节的布置，开始有准备庆祝救主圣诞的气氛。主耶稣也称作是大毕的子孙，是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基督救世主。伊也是全人类的救主，是救咱脱离罪恶甲死亡上帝的圣囝。旧约是新约的根源，新约是旧约的延续。咱若无认真读圣经，旧约就袂当搁较看清楚新约的道理甲教示的真谛。咱若无读大毕的故事甲大毕王朝的历史，也真好明白体会为甚物基督弥赛亚伊也称作是大毕的子孙这个重要的意义。大毕的故事已经讲完，毋过大毕伊的影响续到以色列世世代代。伫大毕王过身了后，所罗门王已经伫惊涛骇浪中间接任王位几若年，这中间轻拄异己的执政阻碍，建立威信。了后，伊运用上帝予伊超级智慧，建设国家，
伫国防、军事、内政、经济、外交、文化、宗教顶面拢有辉煌的成就。今日咱研讨量其上悬第3章到第4章，就是咧讲所罗门王伊的富足甲富强。首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3章的第10到15节。所罗门去击遍献祭甲祈祷。所罗门王竟然有才调娶埃及法老王的查某囝做某，可见当路时已经有够野的权势甲国力，真侪中东一带的霸主才得到埃及法老的看重，肯甲公主来嫁予所罗门，透过政治联姻，巩固两国交好，国境太平。埃及公主也诚侪所罗门日后，虽然伊的后宫嫔妃过称，毋过埃及公主也是王室中上界尊贵的后妃。起初，所罗门予伊住伫大卫城，后来去做王宫的时，予伊住伫上好的宫室。所罗门做王的初期，真疼上帝，也遵行伊的老爸大卫的命令，敬拜上帝。伫圣殿还未起好以前，王甲人民也伫各地的山头坛献祭烧香，敬拜上帝。彼时上大的山头坛是伫基遍，因为基遍伫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以后，上帝的会幕长期囥伫基遍。咱看到所罗门王伊大出手，一遍就献1000只的牛羊精生做烧化祭。伫迄暝，上帝伫所罗门王的梦中向伊显现，对伊讲：“你爱我赐你甚物，通对我求？”所罗门王应讲：“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因为安尼，上帝真欢喜，若赏赐伊聪明智慧，连伊无求的富足尊荣也赐予伊。”第3章的16节到28节，伫遮咧讲所罗门王伊的聪明判案。伫这所在用一个例来说明所罗门王伊超人的智慧。这故事广为人知，就是所罗门王伊成功佮准确来分辨两个基督所生的婴仔生死归属。以色列王也亲像早时摩西、士师，拢爱处理上困难复杂的案件，所罗门王也无例外。对这个判断，互人民更较敬畏伊，因为看见伫伊的心里有上帝的智慧，会牵得治理人民这个要紧王的工作。第3小段是第4章第10到19节。所罗门伊内政人事成局。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当然也需要一寡人替伊来分忧解劳，协助处理国事甲宫廷的事务。其中两个较特别的官职，一个是宫廷总管，另外一个是公祭劳工的监督。搁再来，咱看到所罗门甲全国分设做12个区域，设立12个总督做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是分区供给王甲王家所有的食物，一所在1个月。第4
段是第4章的20节到28节。你讲所罗门王伊的富强，所罗门在位的时，国家空前绝后的富强，包括伊的人民坐甲亲像海边的沙，粮食充足，幸福快乐。伊统治的版图，除了传统但到别是巴的领土，也包括对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遐个国也拢归顺伊，实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所罗门王干那王室逐日需要的粮食甲精神，就相当的可观，甲真惊人的量。搁所罗门王伊的军事国防力量也进步到用战车甲马兵部队，这伫大鼻王的时代也无即款的单位。值得咱注意的是，伫第4章250节讲，所罗门王活地下日对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甲以色列人，拢伫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骹安然徛起。伫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安然徛起，后来也真侪犹太人伫形容国泰民安的圣世代名词。约翰福音第1章48节到49节，耶稣呼召拿但业来做伊的学生的时，拿但业问耶稣讲：“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腓力还未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拿但业应讲：“辣比，你是上帝囝，你是以色列的王。”传统虔诚的犹太人会甲葡萄树甲无花果树骹安然徛起，当作是代表子孙就是弥赛亚统治的象征。第5段是第4章29节到34节，所罗门的智慧。这段形容上帝赏赐予所罗门王的智慧绝活，大大超越中当时的东方人甲西方的埃及人所有一切的智慧，也毋若赢过中当时上界出名的几个出名的智者，伊的名声甚至传到四围的国家。连列国的王也派人去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所罗门王伊所做的箴言有3000句，诗歌也有1005首。传统上认为旧约的箴言、传道书甲雅各书是所罗门王的作品。列王记上卷第3章到第4章对咱有甚物启示？头一项，咧讲智慧赢过一切的珍宝，智慧赢过一切的珍宝。所罗门王上互人纪念，第一是伊的智慧，第二是伊的财富。所罗门伊的智慧是公认世界第一人，也是第一名。伊的智慧是对上帝求来的，也是上帝所赏赐的。箴言第4章第6节到第9节讲，所罗门论智慧伊的重要甲宝贵。伊讲，毋通去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以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的，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为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荣。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
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所罗门伊也直言安怎得到智慧，诚侪聪明的人。伫箴言第9章第10节讲，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另外，所罗门王伊的财富，根据量记上卷第10章21节讲，伫所罗门的时代，阮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因为所罗门的时代真富足富强，所以金仔坐甲算袂了，阮就变成做无遐尼价值。总是主耶稣甲咱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在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在操烦。性命减无比食物较重要，身躯减毋是比衣服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伫甲因养饲，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所罗门讲，恁看山野的花安怎大丛，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王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都无比遮个花的一蕊较水。到伫今仔日，所罗门王伊的荣华富贵，早就已经烟消云散，无地通看。毋过所罗门伊的智慧，甲伊智慧的话，还有一部分留伫圣经，诚做宝贵的教示。可见世间的一切拢是暂时性的消息，毋过智慧却是有永存的价值。若是真正的智慧，就是认捌上帝，敬畏上主。第二，讲到新人、新政、新时局，所罗门王伊继承伊的老爸大卫的王位以后，伫几年的发展甲观察，伊甲伊的政府内阁搁做一个新的调整甲分配。咱伫咧对照大卫甲所罗门王主要的政府组织甲官员的设置，会发现所罗门已经搁略略扩大内阁的编制，也将原本用12支派做行政单位的制度拍破，改用地方区域性甲全国划分做12个行政区，设立12个总督来管理12个行政区，也伫顶面设立一个总督长来管理全国所有的地区。咱知差不多任何的组织，伫新的首长就任以后，就会伫适当的时机发布新的人事派令，以及公布新的政策，然后开创一段新的时局。所罗门王也无例外，伊的新内阁甲人事调整，也必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了后，才进行改革。拍破传统的12支派同名的行政组织，改用地域行政区域来组织。当然，这必然会甲旧的传统、旧的势力有所冲突甲磨合。毋过，事实上，这也是较明智新的做法。后来，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区域的利益已经渐渐超越伫支派支族的利益。所罗门王伊的成功，也毋是干那靠伊家己的智慧、权势甲才能努力，实际上也因为伊有行政管理的运势，有下面的人
来甲伊做伙做工，团队服侍，才会通甲以色列国打造建设诚侪富足富强伟大的国家。我想对遮也互咱有一寡启示帮助。咱无论活伫倒一个时间点，伫倒一个职位，有时阵咱爱看事办事，有代志紧急需要随时做处理，有代志会当大声观察了解，才做调整。有诶需要做全盘的计划，才通排除万难落实执行。改革的路是必要的，毋过爱有远见甲魄力。第三，伫遮咧讲祈祷的应允甲实践。所罗门伊做王的初期甲中期，伊效法伊的老爸大卫，敬畏上帝。伊向上帝献祭祈祷，上帝也赏赐伊所求治理人民的智慧，连伊无求的富足尊严也赐予伊。总是上帝也讲，你若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卫的所做，我就要互你长寿寿。若照圣经学者的推测，所罗门伊做王登基时，有可能伫20岁左右。做王头尾40冬，所以伊大约伫60岁左右就过身。这用咱若是圣经的标准，并无达到长寿寿的标准。咱看到所罗门伊后来离开上帝，上帝也另外选立亚伯安来瓜分以色列，分裂成做两个国家，可见所罗门伊人生的评价，伊好头，毋过无好尾，真无彩。伊信仰的路并无持续来敬畏上帝，所以上帝也将原本要互伊的长寿寿取消掉。咱向上帝祈祷，上帝也要应允赐福，毋过也需要咱有确实努力实践咱对主的信仰承诺，专心听主甲听人亲像家己，求主上帝国度临到，互主的旨意实行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里。咱若听主，主也会保守看顾咱到世间的路尾。愿咱也认捌敬畏上帝，得到真正的智慧甲聪明。因为所罗门甲咱讲，智慧赢过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尊严。也愿咱为了听上帝甲听人，亲像家己，勇敢行伫改革的路，也伫祈祷的中间知影，要得到上帝应允，咱也着爱努力实践信仰的教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欢喜的心伫圣诞月即个抬杠节来迎接主你的降临。阮知主已经伫2000多年前道成肉体到伫这世间，总是阮也透过教会历的设计，阮通来思考主你降生带互阮生命真实的意义是啥物？互阮会当离开伫一切的罪恶甲死亡的辖制，来得到主你的新生命甲新的生活、新的人生，行伫敬畏上帝尊坦主教示的道路。阮也透过伫今仔日阮所听读圣经的教示，求主你也帮助，互阮会当诚做一个敬畏上帝有智慧的人，也因为遵守上帝你的教示来诚做聪明的人，互阮也伫一切人的组织中间来发掘上帝你爱阮做的事，行伫改革的道路，也毋惊一切的艰难，甲
挑战，愿主你看顾帮助，阮人生也因为有主阮诚侪富足，也因为听主甲听人，阮的一生无任何的遗憾，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